我唔知你哋噏得出啲咩議員啊？嗱，黃毓民佢叻嘅，佢講嘢咧就係吸引人嘅。咁我哋做啲政黨嘅咧就點咧？準備每個星期大家都知道咧，梗有2個議案辯論嘅。咁你大家就要準備嗰啲議案辯論嘅內容噶啦嘛。我以前呢陣寫咗啲稿，寫咗個發言稿攞嚟一睇，喂，曾鈺成，你呢個稿都冇生筆嘅，出唔到街嘅喎。你做好深入嘅研究嗰啲 research 啊，你做 research， 然後咧你以為你好有好有思考嚇，諗咗成套嚴謹嘅邏輯，然後啲理據列晒出嚟。我剛才同信報啲同事講，信報點解要搞呢樣嘢？你吸引人哋睇，點解啲信報啲文章太長啊？你而家你黃毓民講嘅，你寫咁長鬼睇你咩？佢而家睇下啲報紙最暢銷嗰啲報紙，你睇佢第一版嗰個標題啊，煙灰缸咁大個字，跟住咧就漫畫，邊度有人睇你裏邊啲文字㗎？咁煙灰缸咁大個字，你睇個標題，然後跟住就漫畫。你喺立法會度發言，你揸住個講稿讀7分鐘，1500幾字，邊個聽你啊？就係要捉你咩咧？你想出到電視？你想出到電台報到你電視出你2-3秒，你就要有個生筆啊嘛！你要諗，所以張文光嘅叻就係呢啲嘢啦。佢梗有幾句嘢咧，你可以即係電視出嚟咧就幾過癮喎啲咁樣。咁所以咧，你話啲議員，你話佢質素低，唔係喎，冇法子啊！佢就係要搞盡腦汁咧，就要諗嗰幾句嘢，佢就唔係要成篇嘢咧。你點樣即係經過點樣深入思考，經過點樣認真即係研究旁徵博引冇用，你就要噏出1-2句抵死嘅説話，或者即係特別激，或者特別即係總之聽出嚟咧，瞓緊覺嗰個人都會醒嘅咁樣。咁你啲記者咧都留意，咪登你出嚟咯。報紙就登你2句，好開心噶啦。曾鈺成話乜乜乜乜乜，黑體字整出嚟好開心噶啦。出到電視就更加啦，中獎啦，係咪？你就要做嗰啲嘢啦。保持你嗰個曝光率啊嘛，傳媒就要呢啲，公眾就要呢啲。